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安。真欢喜，咱搁做伙聚集伫遮，只是咱做伙来因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嘛，请大家甲手借互阮哦。伫主内面，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对答对答，圆圆弯弯。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我一届伫主内面，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对答对答，圆圆弯弯。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只是甲你厝边斗的人讲，上帝听你，至少甲3个人讲哦。是用华语来唱，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当我拄着大试炼甲痛苦的时，耶稣讲：“我会稳定到亚利用。”当我拄着大试炼甲痛苦的时，耶稣讲我会稳定到亚利用。每摆我会是时阵，完全软弱的时阵，耶稣讲我会稳定到亚利用。主的话。我是相信的引带我，你把试炼中有大喜乐，因为主已对我讲，你会稳定到我用，只要是你会稳定到我用。我拄着大试炼甲痛苦的时，耶稣讲我会稳定到亚利用。未来我会是时阵，完全软弱的时阵，耶稣讲我会稳定到亚利用。相信的引带我，你把我
灰心软弱的时候，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耶稣要我们明白，我们并不孤单，有他在，也有人在为我们祷告。要记得，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人在为你祷告哦。似乎你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大家请起立。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互我全的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专心学习你，我要荣光你的名到永远。这个是咱有缘徛地来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受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做伙来祈祷。慈悲听堂的天父，我要感谢你，你互阮有迄个福分，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我们伫遮，我要敬拜你，我要学习你。我要听主你的话，恳求你，互阮清洁阮的心，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来得到造就，来得到更较大的祝福。但爸上帝，阮知，阮的年日拢伫你的照顾下面平安来经过。检查阮会拄着真侪患难，
真侪挑战，真侪失志的事，总是我们要亲像诗所讲的，阮有主你的恩典，教也阮用。我们恳求你继续来施阮赐福，互阮无论得时不得时的时阵，拢有主你甲阮三角之地。我们恳求你，互阮每一日拢会知怎样来感谢学罗你的名。但爸上帝，阮伫即个时代，阮伫即个高科技的时代，阮要传福音，阮就来透过阮即个时代所需要的。阮检采阮过去靠着文字传道，靠着报道种种来传福音。总是伫即个时代，阮就要靠电视，阮就要靠网络，阮就要靠手机来传主你福音。我要恳求你，互阮每一个人会明白，阮就怎样来努力，怎样来拍拼，抵御主你福音的传播。那爸上帝，恳求你来祝福从事者的媒体传播的同工，因所做的努力，因所做的拍拼，拢会归荣光主你的名，来引带侪人来入你的门。那爸上帝，阮要将因所做的工，搁一遍交代主你的手中，恳求你来祝福，来施恩赐福。祈祷感谢，靠主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来交托，请因开启永文第24篇，伫圣诗后壁启启永文第24篇，就是诗篇100篇，咱三个来交托。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接下来要来请手经团来献奏。
接续咱来看今仔的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13节。马太福音25章第1节。迄时天国要比拼10个在色女，举因的灯出去迎子先竞赛，其中5个五个，5个紫色的，5个举因的灯无另外带油，独独紫色的举因的灯另外带油伫因的器具内。第5节，先竞赛因前就拢拄骹坐得困，半暝有大声叫讲：先竞赛来啦！恁出来质疑。迄时，遮个在色女拢起来修正因的灯。5个甲紫色的讲：请将恁的油分阮，因为阮的灯要花啦。紫色的应讲：惊了恁，阮拢无够，较好去对卖的人家己买。去买时先竞赛到，遐个便宜甲引入婚姻的引导。门就关，11节，然后其余的在色女也来讲：主啊，主啊，甲阮开！若是伊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我毋捌恁，所以就张持，因为恁毋知迄个日、迄个时。以上，这是要请妇女团契来献诗。
咱读今仔日的金句，就是《彼得前书》4章7节，咱大先用台语来读。若是万事的结局近啦，所以就自在节制来祈祷。华语，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接下来要赞美，要请圣乐队。今仔汤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学养警醒甲珍惜。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难得哦，伫咱的长老教会，会当像咱永和教会有遮多水的音乐，带咱做礼拜。今仔日若毋是讲我着爱讲道，安尼倒遐个紧张，会当安静像恁安尼坐踮遮做礼拜，实在是伫迄个灵命的过程中，通用一句较普通的话讲，实在真享受即款的礼拜，因为真少有教会会当有包括所中
也是有遮水的圣歌队，真正是感谢主。特别感谢上帝，互咱的牧师长执会当答应将今仔日的礼拜日，互总会传播委员会、新眼光电视台互我会当来到咱的教会唤起咱做伙来关心媒体的宣教，因为咱会看见电视，也是伫全世界的网络，逐所在、逐种人都拢真意爱所以伫迄个中间，若无咱的福音，实在是真亏欠。伫台湾有UTV，迄是国语的电视台，咱一直爱要有台语的。咱有一年久有上台语的电视台，因为一档就差不多爱5亿，伫迄个所在来开支，所以咱过去的奉献，敢若一档就用了，过不得已，咱就摕落来伫咱的网络、伫手机、伫 APP， 才会当用到、会当听到、会当看到所以总会就爱阮几位对教会退休了后的牧者，有份伫到逐教会、逐所在去呼吁做伙来搁奉献，互咱伫媒体顶面无失去迄个福音的功能。所以今日伫咱的周报就甲咱业一个即个奉献袋即个咱的奉献。咱就要正做媒体宣教的路用。我知影，安尼当然真无彩啦吼。牧师甲安尼几十位的信徒做伙去耶路撒冷所以咱人也有较少其实阮伫少年的时，差不多将近要40年前，我参恁的牧师王牧师。迄个时阵，我伫咸水教会，伊做传道，伫过路教会，做伙伫遐同工几啊冬久。其中有一项较特别的，就是有一个原住民阿里山做族的姊妹伊对山顶抱一个婴坐迄个卡车。落山的时，冰车，婴是无着伤，伊有抱条咧。后来，当伊送到病院的时，伊的龙骨已经断去，所以就怎半身不遂，踮伫家己基督教病院差不多2月日久。迄个时阵还阁无健保，几啊10万的医药费。伊的翁婿将婴抱伊了，无拍算到路尾，接到就是讲已经去注销因的婚姻，所以医药费也无来清，囡仔怎抱走？这是咱一个平地的查甫人啦，所以有当时咱就会感觉福人人实在是真弱势、真可怜。特别是原住民，迄个时阵，基督教病院王瑞芬院长伊敲电话来参我参详，讲即个姊妹要安怎？因为已经袂行，袂当登去山顶，要安怎甲伊安置？我听院长安尼讲，我知影伊嘛真为难，所以我讲咱2边来做。你来努力医药费来甲伊犹太，降到上低，剩的部分我来募款。后来伊才讲，要甲接对倒位去，因为伊无钱，通我去立安养中心。阮怎甲我的太太好咧参详，无咱甲伊接倒来咱兜。上帝来带领，就安尼，阮将即个
半身不遂的姊妹，怎接来牧师馆。我有3个囡仔，虽然我的太太真辛苦，就爱包括伊的大小便，阮就爱甲斗处理。其实拢太太咧处理，毋过伊会当甲我斗顾3个囡仔。我若甲阮太太去探访，即个阿姨坐到文床，管即3只囡仔呢吼，就拢会做功课，会自修。迄个时阵，咱的王牧师知影即个代志，虽然伊真少年，当我毕业。伊就知影当工的困难，伊就拢伫我的身躯边甲我斗募款、斗骹手。到后来有一个医生，怎讲因要免费甲伊做复健，互伊毋通一世人拢敢若坐伫温床，嘛会拖累汤牧师规个家庭，就互伊甲复健甲会业怪啊。伊就家己会当有手艺，伊爱生活。有一个即个方医师因夫妇，伊讲阮无囝，阮嘛无爱生，毋望阮会当帮衬即个姊妹。总是伊去病院治疗拢免费，总是伊的大甲食，毋望有人会当奉献。所以迄个时阵。咱的王牧师就参我做伙，阮就逐月日拢爱去募2万箍。伫迄个时阵，迄是袂细条，差不多35年前，安尼一直教甲即个姊妹怎会当业乖啊？有几遍拢跋倒摔断手骨，毋过伊嘛，你就知影原住民的迄个毅力，到落尾伊。学甲真够赤手迄个原住民的服装，嘉义县政府嘛，因阿里山属嘉义县嘛，互伊出来展览，嘛甲送到世界去展览。所以到落尾，伊怎啊等于山顶伫新美的国小校长怎啊，互伊一间教室，伫遐引着足侪工课，互山顶遐原住民的太太，然后有工作通做，通趁钱。一直到甲伊无几年前肝癌65岁来过身，伊受伤的时是25岁。阮常常带我的囡仔去看即个阿姨，我就会体会讲，迄个时阵，阮拢犹个少年，资源拢足少，总是王牧师因夫妇。就干那阮2家安尼做伙辅助，伊嘛讲真无彩，安尼，即个礼拜日伊就爱无得咧，我嘛讲袂要紧，后摆还有机会，上帝带领，若莫过新年吼，毋望还有机会，伊就讲袂啦，毋通安尼讲，其实安尼我甲咱英国教会对恁过去。对李崇宪牧师以下遮的同工，阮大家拢足熟的吼。敢若恁的前任肖文正牧师就去阮中会好会教会牧会，所以会当体会到上帝听咱，毋若有新的拜堂，阁有遮尔水的礼拜，互咱会去经验，实在会当伫遮做信徒，真感谢主无煞。我足爱伫今仔日个短短的讲道，较毋是互咱年岁较年老的人来领受尔。实在我足爱对青年人来讲即篇道理啦。我嘛足爱讲，咱的音响的控制会当有 CD， 你若会当将等一个即个内容，互你的囝儿孙。因为因无机会通礼拜，因出外伫大陆、伫台北、伫逐所在咧工作咧读册，毋然呢，因嘛豆豆无信勇气啦。我若想到新的一代，实在是足毋甘。
因为耶稣基督要讲的圣经的教示，有的是针对老人，有的针对做事人，伊就讲亚正的譬喻，总是有的伊针对遐个住伫大都市知识分子，伊讲即个10个在色女的譬喻。我足爱遮个青少年、青年人，会当有即个机会，通安尼来领受。巴哈是德国管风琴，咱称作管风琴之父啦。伊除了大地的音乐以外，伊伫教会嘛，真像拄则咱的指挥安尼，伊嘛咧指挥伊的教会圣歌队。伊咧指挥作者时阵，伊家己作曲。即礼拜做好，就摕来指导圣歌队。所以伊一世人吼，拢总有伫遐做300首的清唱曲啦。所谓清唱曲，就是像咱拄则圣歌队咧唱的安尼，差不多3分钟到5分钟的学落的歌啦。伫300首的中间，迄是过身了后，世界甲伊整理出来。伫迄个140首，第140首，迄首诗的名就是讲，早起时已经来啊，请咱拢精神起来啦。伊的圣经节就是马太福音25章1节到13节，你讲神竞赛已经来啊！唔通阁困，就爱起来迎旨神竞赛。这是巴哈伫清唱曲的140首内面，伊用这段圣经伫遐写，特别描写到迎旨神竞赛是迄个音乐的迄个水，迄个主调的迄个柔，互你会去体会到，会当进入去伫神竞赛的宴声的内底。迄是偌呢美妙的一种的生命的体会，咱就会知影讲，受选，佫会当入去到上帝安排的国度内底，迄是偌呢水的经验甲体会。所以，若通过安尼的时，咱就要做伙来想讲，今日咱会当伫遮做礼拜。咱就是遐个受选的在色女。耶稣嘛咧甲以色列百姓讲，全世界有几十亿个人口，总是以色列就是上帝特别所拣选的迄10个在色女啦。上帝要陪伴恁来迎旨弥赛亚啦，就是迎旨竞赛。耶稣咧甲因讲我就是来啊！恁还阁唔认我安尼啦，所以就有分聪明的、巧的、有知识的，甲遐个愚戆的，有甲伊分这2种啦。平平拢是犹太人，总是有一部分都是愚戆的，因无机会通接到这个神竞赛。这段圣经的背景，就是耶稣特别顶十字架。伊感觉时间已经未赴，有一丝仔着急啊！恁还阁拢硬心，还无咧注意安尼啦。耶稣当出来传道伫加利利，迄个海边的譬喻，甲这拢无共。当出来传道的时，听讲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细汉囝开了，倒来就好，倒来就老爸就疼的。迄个包容，也是讲你坐散车，伫好野人的倒骹咧捡物件咧，食的猎杀路，到最后，迄个好野人伫火炉的所在咧有火烧，猎杀路坐伫阿伯拉罕的骹边，迄个互插拍的犹太人倒到迄个路边，祭司利未人。拢行去甲卡着，偏偏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外人，伫迄个所在甲伊保护，用驴仔互伊骑到旅馆，迄个是加利利的譬喻啦。拢互你看见恩典，
接纳、疼痛，总是到了耶路撒冷了后，亲像这个譬如，也是领5000的、领2000的、领1000的，迄个譬如，迄个领1000的无去趁钱，本钱摕倒来还都袂得，抢起来，甲伊赶去外口，互伊伫黑暗家己切齿。你会读到这个圣经，耶稣到伫耶路撒冷了后，伊发觉到伊特别顶十字架，恁若毋较紧悔改，恁会迷糊啦。所以这个10个在色女嘛是讲戆的，袂当像迄个浪子的细汉囝讲，转来我就包容你，你会互关伫外口。这个就是所谓伫历史上咧讲的圣经的加利利的譬如。耶路撒冷的譬如，有伊无共的所在啦。我想你若好咧安尼，甲伊体会了后，今仔日咱嘛会甲咱的兄弟姊妹讲，咱的囝儿孙，活伫今仔日即个遮尔紧张的社会世界，遮尔侪压力，遮尔侪挫折，要经营事业当然真困难，经营一个婚姻。翁仔某嘛真困难，要饲囝，即卖的升学嘛足侪困难。伫遮困难的中间，你若无信仰，比咱老一辈古早时代是遐单纯，咱却真疼主。伫即个遮尔紧张复杂的社会内面，遮失落的人遮多，特别是咱遮的。基督徒的下一代，爸母是遮疼主，囝儿孙是放甲马马虎虎，毋知影讲灾难伫门喙伫等伊啦。你若想到遮的时候，你真正会足毋甘啊！今仔日咱坐伫遮，咱拢是20岁以上，也是到70岁、80岁拢有。中间出外伫外口的，比咱伫遮礼拜较侪人。永福教会出外去的比在地较济，毋过遐个人今仔日有几%去咧做礼拜，足少啦。有当时伊要做嘛，无当做啦。所以你就会体会到，当耶稣讲即个譬如了后，公元70年，犹太人就受掠。牵刷到全世界，真正就是互恩典的门关闭。犹太人怎啊2000年久流亡伫即个世界，无通阁再复国。耶稣讲即个譬如了，无偌久就实现，真正审判到伫犹太人，因为因失去耶稣基督的救恩，一直到第二次大战了后的1948年，世界才互犹太、以色列重新复国。安尼因亡国偌久呢？差不多1878年，要到将近2000年久的亡国，这款的可怜，特别伫德国的战争中死几百万人的犹太人，你无法度通去体会。毋通来到咱的心上，毋通来到台湾的百姓，佫毋通来到基督徒的家庭，因为咱已经进入来伫应允的国内底，咱毋通佫再失落。因为这段圣经咧，甲你讲安怎？迄个牛王的讲：“哎呦，神囝才要来啊！我无油啊，无恁一罐的本源。”遐个有准备油伫身躯边个讲，哎呦，毋通哦，宁可恁去咧卖人遐买，因为阮惊阮互恁含阮也无够安尼啦。我想伫遮嘛要甲咱讲，伫即世间吼，有足侪时阵，有一寡物件袂当烧借的啦，你敢知？就是借你我嘛会无够，所以你会家己去负责，你会家己设法啦。足侪爸母足疼主的。信用拢足好诶，
真正嘛有足侪太太信用拢足好，翁婿都偏偏毋做礼拜咧。到甲伊拄着苦痛的时，你着替我祈祷嘿。我有当时心肝内想讲，叫伊来洗礼，较叫毋来。到甲厝人敲电话讲，牧师，阮爸伫急诊室啦，毋知有加护病房无吼？拜托你较紧来啦，安尼啦。即马到位的时，看伊还好啦。伊忽然间会甲你问讲，牧师，我敢会当伫病院遮洗礼？你想我要怎应？当然嘛讲会啊。何况讲伊毋知阁有偌久通好活。毋过我家己心肝内会怪怪呢，你知无？会行勇行，阁是基督徒的家庭出身呢。你干那安尼拖拢毋洗礼，就到我来倒带即个病院，特别无望啊，才倒遐咧洗绳安尼，歹势安尼吼，我敢会当直接洗礼？迄人要较严厉讲袂使，你爱来做礼拜，才要甲你洗礼。我想会袂赴啦，你敢知？有诶，迄暗伫急诊室入去加护病房，明仔载啊，就准备爱甲入屋安尼，你敢知？所以袂赴嘛。毋过叫袂来，请毋来。伊已经伫恩典的约内底啊。所以有人咧问巴西的迄个足球比利，世界足出名的冠军。记者问伊讲：“你遮尔敖，你的囝毋安尼足敖踢足球？”伊讲：“阮囝袂晓踢骹球，伊嘛无爱踢骹球。”记者问伊讲：“是安怎他无爱？”伊讲：“就阮囝的老爸有钱安尼啦，因为阮囝的爸爸有钱。”所以，伊就敢若享受尔，伊就无爱像阮细汉用石头咧做骹球咧踢安尼吼，踢啊像我全世界阮上敖安尼。即马一个我好野起来，阮的囝拢敢若享受尔，袂踢骹球啦。所以，伊就伫迄个记者会中间，又用一句世界常常人咧甲流传的。一个英文的话啦，吼，伊的意思就是安尼讲啦，讲阮囝的爸爸比因爸爸的爸爸较有钱啦，所以阮囝袂踢骹球啦。你就会通知影讲，过去咱拢真艰苦，生活拢真歹，来到中华，咱拍拼发展，搁互咱信耶稣。真正上帝，互你的家庭兴旺起来呢？有信用，真正就是会互你勤俭认真拍拼，安尼就是会成功啊！迄就是过去的台湾人啊。毋过到咱的囝儿孙，伊就发觉讲，阮阿公做医生，阮爸爸嘛做啥物董事长，伊就敢若一日甲毋算手机就好啊，安尼啦，剩诶拢毋免创啥，都有饭通食，都。有水衫通穿，阁有通好飙车，阁毋免伫遮参加联考，就来澳洲、来去新加坡、来去美国、来去遐读册，拢毋免经过联考，真享受啦。因就是安尼咧过日啊！迄个时阵要甲伊讲，你着爱来礼拜，真困难啦！你敢知？总是毋是安尼会煞？耶稣讲：“神囝生来到，你就无路啦。”有真侪时阵，咱会发觉到讲，带别人信耶稣，有影毋是真好带啦。因为带家己的人是搁较歹带。咱要甲咱的囡仔、甲咱的囝儿孙，叫因来礼拜来信主，有当时拢足歹有迄个效果出现啦。我以前拢会甲兄弟姊妹讲，你一定要想办法
带你的家庭的囝儿孙来礼拜，唔通互因失落。好啊，我想会友听，拢会感觉讲有影啦，啊，都拢真困难啦。特别若嫁着无信的，还是娶着无信的，哇，迄当时要娶入来吼，实在有足侪困难。到我家己拄着，我有2个后生，还有1个细汉后生，去恋爱着一个无信主的查某囡仔啦。我伫咧烦恼讲，哎哟，恋爱，看会当安尼结婚甲拖较长呢，毋通互因结婚啦。因为这都无信主，互你袂拖偌久啦，你敢知？学校一个毕业就讲准备要结婚啊啦。我讲敢是以前迄个？伊讲嘿，都迄个就对啊。我甲阮太太讲，点接纳，拢毋通黑白讲。因为咱若还袂结婚，就黑白讲，后摆来伊会甲你不好哦。讲我要嫁人啊，恁咧无爱安尼所以阮拢点，就甲伊真正好咧甲办婚礼。即马是大人无权啦，你敢知？你要讲啥伊也无啥咧甲你听啦，笑，伊就是一直进行，就是要结婚，咱就爱准备钱安尼尔啦。剩诶是大人无啥权啦。我敢若烦恼诶，就是烦恼讲，伊若毋礼拜我是要安怎呢啦？牧师诶新妇无来做礼拜，迄嘛足奇怪。伊结婚诶时，伊就讲会啦，爸，我安尼会对恁去做礼拜啦。我就讲安尼真好啊。经过1冬2冬，我拢会甲恁太太讲，要安怎甲即个新妇鼓励，也是讲造就啦都找拢无时间哩。伊嘛有来咱丰原遮做国中诶老师啦。虽然我诶囡仔伫台北，伊伫遮，伫遮离家己较近，所以有当时会等去家己。礼拜日，伊当然就爱做礼拜啊。我拢会甲阮太太讲，我看伊拢无啥专心咧做礼拜呢。伊讲，你伫台仔顶咧讲道，你才会知影伊无专心。我讲，我都拢看伊头也拢无咧看我。所以拢无咧感动呢，你敢知？伊讲，你诶会友300外个，你毋去看，你自己讲看伊要创啥？我讲都毋知影，足奇怪，就看到伊遐去哩，就足爱伊安尼伫伊伫遐，互主诶话来感动啦，毋通外啦，不要应付啦，把这一段时间应付过去就好了。伊就是迄个心态啊。因为无信主袂晓吟圣诗呢，你敢知？咱的圣诗会外拢袂晓吟啦，所以吟诗无咧吟，礼拜显现，迄是要到当时才会洗礼。咱做大官做牧师，我无爱互伊将来讲，我即个洗礼是阮大官逼的，我就讲我真乱哦，到偌久你敢知？到10冬后啦，伊来台北有教会牧师足好诶，就请伊要教主日学啦。伊想讲这汤牧师诶新妇稳当真厉害，结果伊无半撇，圣经拢毋知，都是真正是夜香对拜。安尼过遮久啊！伊敲电话转来讲：“爸，牧师讲爱我做自主学老师，我圣经拢袂晓，我要安怎？”我讲：“我想原来就讲对啊啦，安尼对啊啦，因为咱家己讲无效嘛，就别人家要求。我讲听爸爸的嘴，对今仔日开始，一月一句，对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总读一遍，伊讲他有法度，则无用。我讲上帝若互你性命，敢若剩1月日尔你就袂讲你无用。
因为当时要收掉，咱拢唔知，所以有这个机会，拜托，读册人一个月读一本圣经，迄是足简单的，唔能安尼。拜托你小可做笔记，创世纪50章是咧讲啥物？对亚当、亚伯拉罕、约瑟。这三个大人物，因是安怎经过？小可写咧，迄个就是创世纪。因安怎出埃及记？安怎过红海？安怎入来沙漠到西奈山？你三个重点写咧。你安怎去看利未记？虽然是足歹读的，毋过迄就是犹太人的性命经。我讲拜托。你好咧安尼做笔记，一个月安尼甲做了，你就足够做一个老师啦。迄学期了后，伊敲电话就讲：爸，牧师讲我会使洗礼啊安尼啦。我真正感动啊！我伫这边咧听电话哦，真正用要跪落去呢。你敢知？我会讲感谢主，你会当洗礼吼，爸爸足欢喜的。因为将来你这两个囡仔破病的时，你会带伊去倒？因要读册时、要考试的时、要出国的时，你会带伊去倒？都是你有信仰，迄是爸爸上爱，将这个家庭交代你。伊就讲：无啦，爸，交代恁后生啦。我讲，唔系啊，迄查甫拢喊啊！囡仔咧破病，拢无咧甲囡仔祈祷啦，迄拢妈妈较济啦。所以我足爱我的新妇，听主，听调主，因为这世间的日子变化足多。你的囡仔当时要车祸，当时要出国，咱拢唔知。我靠上帝。到伫天边海角，拢得到愿望。伊几岁要离开世间，要拄着灾难，不要紧，只要伊有上帝会保守伊。所以，我就会体会讲，慢慢啊等，毋过都爱互伊有机会，互伊有福势，伊才会伫遐知影要追求。我毋望咱的囡仔无论到倒位去。我伫这个时阵小可介绍一本新的册，当然我袂记你摕互咱拍破的朋友。这个册名叫做《当呼吸化为空气》，当喘气变做空气，都是本来活啊足好，怎过新年安尼啦？其实这是2018元月28号。正做中文来到台湾，伫国册房，这是畅销书，特别伫美国，伊是一个美国的神经外科的医生，伊着肺腺癌第4期，所以到落尾，伊伫37岁过身啦。伊讲伊好佳在伊有信耶稣，伊是印度籍的。美国人爸母自早就信主，所以伊伫遐开始读文学哦，后来才读耶鲁医学院，所以伊的册有迄个文学的迄个艺术，佮有医学的智慧。伊伫遐感觉讲，我已经亲像摩西出埃及，因为美国要做迄个自然医师吼，足艰苦的，拢已经做了，已经做中医师，开始咧开刀啊。伊讲伊足够开刀，特别是迄个颈椎的部分、脑的部分，伊拢足用心。伊讲，逐摆都亲像咧甲家己的四大人开刀，迄款的感受咧做病人，无拍算。医生对去着较早疼甲落尾，才发觉到肺腺癌
伊的主治医师甲伊讲，袂开刀一里啊，已经拢扩散啊。了后就爱化疗，就爱标靶，嘛拢无效啊。伊对迄个时阵，伊伫遐开始着手落去整理伊的电脑，开始写，将伊的破病的过程，甲伊对信仰的体会，甲伊做一个医生迄个经验。后来伊讲，即个时阵着病了，我才发觉。我若要阁勇行吼，我应该就爱去做牧师啦。伊讲做医生会救足侪人着，毋过到迄个灵魂咧孤单失落的时，若无有祈祷的力吼，伊实在真无力安尼啦。到伊过身的时，后壁面是伊的太太甲伊写好了。伊问伊的太太讲：“咱会当留啥落来安尼啦？”因为伊知影伊阁活无偌久啊。伫伊咧病痛的中间，伊就是讲安尼，我爱留一个我的生命的历程，就是这本册。第二，甲因太太参详讲，咱是毋是会当留一个囡仔落来安尼啦？因太太嘛足听伊，讲看你安怎心愿，我会当满足你，我拢做。所以到甲迄个时阵，因怎啊用人工的受精的方法，才怎啊怀孕，到伊得要过身的3月之前，才生一个查某囝啦。伊太太伫遐讲，我哪会当救我的生命，互我的先生？伊太太嘛是医生呢，总是生命未救一日了，你敢毋知？目睭金金，看伊伫遐倒落，到最后，伊讲。莫甲我救救，互我会当安尼，伫脑得要混沌去，因为迄个细胞到最后脑就是会怎啊失灭。伊讲伫迄个进程，互我会当安静去敬我的上帝。所以伫因美国的律法可能比台湾较进步。后来因太太才甲伊将迄个呼吸器刷开。互伊抱伊的婴仔南大行程，然后因为无迄个呼吸器，伊就怎啊豆豆袂喘气，所以就安尼点伊安尼啦。互伊足安静，爸母、兄哥、阿嫂，因拢医生，拢踮伊的身躯边，伫遐甲伊手牵咧祈祷，甲伊怎啊点。太太伫遐咧讲，敢若即项。袂当救伊，生命袂当互伊，迄个就是今仔日伫这本册内面所流露出来。如果伊逐摆若去甲因先生扫梦，伊就是梦到迄个梦顶的迄个草皮，美国的迄个梦，参台湾较无共哦。伊讲那阵咧梦伊的红色的头毛咧安尼，是遐尼柔，遐尼水安尼啦。你读落吼。目屎都要滴出来，毋过都无法度。先生最后伫遐讲，即世间会当留落来，只有爱跟信仰啦。有听甲信仰，才有法度通生存落去。所以毋通绝望，我靠上帝，听你的病人。伫这段圣经最后，嘛搁咧甲咱讲一项，毋是干那生命袂当烧照尔，就是袂当到最后一刻，我才来完成。像伊讲，我已经未赴，开始写，结果就是写袂了啊。到后半段，就是爱因某煞落去写才会了啊。你会来不及啦。伊做医生，家己医生无法度通知影着癌，就到第4期才会知。当然，咱有一寡资料嘛是拢会甲咱讲，血腺癌大概发觉的时候，拢是3期、4期啊安尼啦。迄初期大概拢足歹发觉安尼啦，都拢袂艰苦，所以拢无要检查嘛。到检查会艰苦的时，已经是歹救安尼啦。生命嘛共款呢，
新竞赛当时要来，咱都拢唔知啊。忽然间到位，你会来不及啦。你想好，我较慢咧，听啊，互我当时咧，安怎咧？我才来去礼拜，我才来洗礼。互我安怎咧？我才来。足个时阵，我会讲没有啦。时间是在上帝的手中啦。当时上帝要叫你转去哦，拢毋是互你会讲一日的啦，互你袂等一日啦。真正，所以你若无趁机会，较紧抓条。爱你来教主日学，爱你来抒琴，爱你来献诗，你搁伫遐烦恼讲，好啊，毋着安尼上班以外，着搁无用教会事工我家己拢无我家己的生活要看一个电视，听一个音乐都无无较慢咧啦，互我搁3顿后，我才来去唱圣歌队喏。我拢会笑讲，伊毋知有通搁活3顿后无咧。真正的呢，到你要来的时候，袂当来啊呢，你敢知？无机会啦。何况讲咱中间，当然观察毋是拢底老人啦嘿。毋过若咱即个超过70岁的人哦，你还留我陪伴咧，当时特别气。留我甲你的囡仔讲咧安尼吼，留我陪伴心的。若接到电话时，若毋是妈妈气啊，就是爸爸气啊安尼啦，你敢知？若讲到较济岁，还阁无即个意识吼，真就是迄5个在息路啦，你敢知？所以有人咧讲，到底是知下大先来，还是明仔载大先来？无法度啦，当时要发生你毋知啦。我较等下就爱去坐车，就爱转去家己。路人敢拢会顺序。我本来要坐8点外来到遮9点，后来都会紧张都5点外就精神规气坐7点外，因为我今日坐8点外、9点外来到遮，甲含妇恁9点半都袂赴做礼拜哦。你敢知火车有当时伫路会跋链呢？你敢知？火车嘛会车祸呢？你若乌魔术阁无得咧，伊若有得咧哦，讲我若车祸，我嘛敲电话讲，你家己处理我袂当去无法度啊！所以我透早就精神我甲阮太太讲，我来去坐迄个7点半0箍来去拜堂等。万一若安怎较袂饿伤济安尼？伊讲你要倒去食饭？我讲我来麦当劳买一个麦当劳，因为我足爱去麦当劳，毋过都拢毋敢去，因为我有糖尿病袂使食可乐甲食汉堡啦毋过久久食一摆佫毋是偷食的食着足好的呢，都会当正式甲太太讲你若无有的会友若要摕我，才拢讲趁无顺娘无伫遮，你即份还没食了安尼？我讲你莫咧犯罪咧含我，叫我讲白贼。伊讲点遮无代志，伊无看好了了。像知影这就正式会当宣布的你，伊就无法度嘛，因为透早伊也袂当起来煮都是惊意外啦，你敢知？当然上帝保守，互我真徛伫遮。什么人知影讲我较等下会当平安转去到家己？无人敢保证啦。包括你要转去恁兜，嘛拢爱足小心行路嘛是有人要甲你弄，你敢知？所以时间伫上帝的手啦。伫民国85年的时，教会青年就讲因要去昆定领袖会啦。我就讲安尼，迄个日子还没切出来，通互我安排我的时间。一群青年因就笑讲，若伫较近的牧师你来去安尼方便，要昆定遐远你毋免去啦，团队带阮来就好安尼啦。我讲，若伫即个近的我毋免去，
我就安尼干那看咧看咧，我就知影好势好势。啊，若要去垦丁遐远吼，路人也危险，啊，迄海边也危险哦。我无去，我袂安心啦。啊，因就笑笑安尼啦。我知影，迄会当带出去耍吼，搁对即个老牧师去吼，管东管西，因定就做无爱安尼啦。哦，因就体贴讲牧师，你做无用诶，你毋免来袂要紧啦。哦，我讲迄我才着爱去，无我即世日带家己哦，我怎啊也袂食也袂困。恁中间若有失落一个人，我着惨啊安尼啦吼，所以袂要紧。逐暗若上课了，因着是落去收水啦。啊，迄市内囡仔足侪拢袂晓受诶安尼啦。我着坐伫迄个沙滩诶所在吼，目睭看遐个囡仔安尼。一粒一粒的头壳伫遐扑咧扑咧，我拢足惊迄粒点就怎啊无起来呢？你敢知？哦，真正准备救人啊！啊，所以三暗我拢坐伫海滩，我拢毋敢落去。结果有一个15岁的女生，高中毕业，伊来坐到我边个啦。讲啊，牧师，我有一寡话要甲你讲。啊，拢无闲通讲，啊，即阵会当讲袂？我讲好啊，简单讲一下安尼啦吼。我咧注意这头壳看有浮起来无？哈，伊就讲简单啦。我若结婚的时候，你做爸爸牵我的手，做迄个红毯扫落落安尼尔啦。你若讲好，啊，我就足安心安尼啦。啊，我怎啊讲哟？这有困难呢，因为迄阵青年结婚的时，大概我都爱甲证婚。你结婚，我嘛是爱甲你证婚啊。免啊，搁做爸爸牵你的手，安尼对遐青年无公平啦。我若牵你一个，毋煞大家拢爱牵。哦，因为这做牧师的迄个职业病啦，你敢知？一日就想到迄个代志啦。啊，伊就讲，牧师你错了，因拢有爸爸。敢若我无爸爸啦，啊！我在讲啊，有影就对。伊伫6岁时，爸爸就伫高雄过身了啦。所以等来到家己，伊就伫北营做礼拜。参我的囡仔差不多年岁，做伙大汉啦。下课就差不多拢伫阮兜出入安尼啦。到甲伊高中。考调升加入，功课拢袂歹。我就甲伊讲：好，你若认真读册，时到，我才做你的爸爸来牵你的手。毋过，实在我嘛有困难呢。我要甲你证婚，就爱伫台仔顶，啊，我牵你的手啊，蹛下骹，安尼这是变啊？伊讲你煞袂晓牵到位，牵互阮。红晒，啊！你才行去台仔顶。我讲好，啊！你拢想好啊，你呐？伊讲嘿啊，我拢想好啊，无问题啊。哦，我讲好。我讲搁一项，你大学若考无好，我牵你的手嘛，足见效。伊就讲，我知影牧师的囝拢真认真读册啦，我嘛会认真啦，你毋免烦恼，我一定会认真的。迄个时阵是民国85年，伊怎啊讲？叫伊烦恼，我讲你烦恼啥？伊讲牧师，你敢知我当时才要结婚？我讲你当时才要结婚？伊讲我都爱民国100年才要结婚啦。迄阵15岁嘛，85甲18拄啊，佫15冬啦，伊30岁啦。伊讲伊30岁才要结婚啦。我讲好啊，30岁。伊讲牧师，迄个时阵你70岁呢，你敢知？安尼啦，我讲70岁应该还好吧？还未办退休，来甲你办婚礼安尼吼。伊讲问题是你有糖尿病，你55岁，敢会当活到70岁安尼啦？因为伊爸爸死去，所以迄个死亡的迄个阴影伫伊的生命中，伊讲。伊真正滴目屎呢。伊讲爸爸遐紧就过身哩。今仔日
我听到牧师你有糖尿病，我嘛烦恼你毋知当阁活偌久。你着爱保你家己的勇行，较乖咧，较听牧师娘的喙咧，油的、甜的、甜的，你着毋通食。我讲好，我拢控制。你认真读册，我仰望上帝，互我活70岁。安尼了后，伊考到成大联考的时，迄个时阵的联考要足歹考哦，差不多是25%，剩的大概拢爱去重考。伊就考到成大的外文系，所以逐礼拜伊就是倒来家己。拢拜五暗就到位，伊就开始联络所有的青少年甲大学生，拜六暗拢爱伫教会组织，伊就帮助阮的团队做伙辅导遐个青少年甲大学生，所以大家拢足热心的。阮做礼拜阮嘛是4拜1啊，毋过阮较长，教会较长，规拜拢青年。拢参加迄场的礼拜，等下还佫有一场国语礼拜，因才佫去参加国语礼拜。因为迄阵青年真正是阮一手带起来，因为讲阮爱听牧师讲道，因为较等下迄个国语，迄个是阮的团队咧带啦。所以遐个青年对拜六暗到礼拜早啊，到礼拜下中昼，全部拢伫教会。下课就是来礼拜堂写宿题。主日的教室拢开放，互因伫遐自修，差不多是迄个型。所以礼拜日规抓拢青年咧做礼拜呢。伊到民国96年毕业了后，留伫台南补习教英文，趁钱要互妈妈存一寡，30岁才要嫁。96年的暗时，伫台南的小东路，捡一台轿车，弄一个。倒伫路边的时，头壳就破去啊啦！伫台南的青年走到位，敲电话互我，大家一直哭，讲牧师议会车祸过身去啊！我甲因讲，毋通干那一直哭，在路边等待检察官来验尸。然后，我联络基督教病院的院长，拜托嘉义的病院太平间，互咱下甲伊送倒转来，验尸了送倒转来。我人伫桃园，我会赶倒来嘉义，参恁做伙会合。迄到做葬式的时候，会友拢来，阮规阵青年。拢坐涂骹，因为拢无位通坐。你家己想想，都过3冬，到民国100年，我是要牵伊的手，行迄个红毯的牧师爸爸，今仔日就塞伊的棺材入礼拜堂。你真正情何以堪？我都通去体会。迄款的无力，甲迄款的艰难，你敢知？真正伫迄个整个的礼拜内底，互伊引出信主的遐个青年人，实在是有够可怜。阮拢逐个一摸得好，甲因讲，热心敬拜上帝，上帝当时要带你转去，拢通好。比般便便，亲像一粒马落土。迄阵青年，即马拢已经37、8岁。自伊过身了后的逐年10月28前后，像咱的中秋节前后，即阵青年拢倒转来家己。今年嘛已经开始咧约，就逐冬拢对迄个时阵倒转来家己做伙对书，
嘛互相请安，互相伫遐报平安。即摆已经话伫大陆，话伫越南，话伫澳洲，因讲因拢毋敢请假，拢安尼咧等中秋节前后才要请假，就是要倒转来家己。安尼已经20外冬呢，即阵青年对30外个到50外个到80外个，因为因拢结婚嘛，啊，着搁娶某、娶囝、娶翁婿，着拢娶转来家己。虽然看袂到迄个过身的人，因讲无，至少我嘛介绍阮太太看唐牧师安尼啦。我讲老啊啦，无啥通好看啦。伊讲啊，都若无今年娶，当然明年反正你着过身去啊。所以着爱较紧带因倒来看，讲伫因的生命中有一个牧师安尼啦。我讲好啦，都无论如何，恁着倒来甲我讲，恁伫迄个所在有去做礼拜，祈祷主迄个较要紧啦。实在会去体会，我的太太嘛足感动的，感觉讲即阵青年。伫即个时代，要过因兜拢差不多无信主的哦。遐青年大部分因兜拢无信主的，毋过因为即个事件发生，因祈祷主，徛在因知影一世人，上帝当时要取咱的生命，咱毋知。亲像即5个在色女共款，毋通袂负啦，必办心。敬拜上帝，所以毋望主甲咱三甲伫底，互咱有份伫服侍的时，你真正毋通提示；互你有份通奉献的时，少少钱嘛，你的心愿，上帝祝福咱，做伙来祈祷。感谢天父，留阮的活命。就感动阮的囝儿孙，阮的下一代，毋通离开伊，毋通袂记你是大人的心，毋通袂记你上帝安怎疼惜咱的家庭，互因无论到天边海角，拢祈祷主拥抱你，愿主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牧师讲要坐10点的火车吼，啊，实在是会行袂赴哦，可能建议伊改时间哦。来吟圣诗，新圣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来奉献。
请咱起立来吟奉迄个诗歌。请坐。这是我来简单来报告。咱大声来欢迎咱汤牧师来为着新安宫来遮咧为因来拍拼吼，咱泡泡来欢迎。谢谢。咱有一个迄个旅行团吼，迄个圣地之旅吼，咱牧师带队伫44号伫即马伫以色列吼。才能为着因来祈祷。拜三，牧师无伫游园有迄个尊荣长老有准备影片甲咱分享吼。拜五有迄个蔡牧东牧师的神学讲座，牧师无伫咧吼，请咱有哪来捧场吼，这牧师来甲咱遮讲座吼，咱来稀微吼，无啥人吼。第六迄个5月初5有要小会吼，第7则要讲免啊用手机做礼拜吼，我定定出差吼，去大陆都爱翻墙，有 WiFi， 最近咱教会拢有直播吼，所以你会使伫 YouTube 会用直接拍永福教会2018，假设若今仔日你就拍0422，你用看到有一个直播，你甲选播入去，你就用伫遐做礼拜。鼓励你若有迄个囝儿也是啥朋友吼，会使推荐因安尼同齐做礼拜，因为伫大陆要做礼拜足无方便的吼。去咧政府的办的迄种教会，你会感觉讲你没有得到吼。你要地下教会足歹找的吼，有当时开车开2、3点钟，所以你会使用即种方式来去伫出外时阵会使做礼拜吼。请若袂晓的，你会用来请教我吼。来，咱来看集体交通。林明城伫已经过往吼，咱要伫4月28要来入幕甲火化，4月29下昼要来做告别式，迄个是牧师拜六暗才会转吼，所以我有做即种安排。第二，林淑英姊妹的爸爸有哪过往吼，所以伫4月26要伫4月26下早告别式伫台南的将军乡。所以要去的人吼，请义全长都来报名吼，伊才来安排交通工具。下底这团契消息吼，请咱家己来看，因为牧师要赶11点半的时间吼，请咱大家来体谅。咱来吟沙尾面的诗391首，鹅肉天顶主宰，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额头领受祝福，愿咱大家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得到圣神的相通，对这叠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楼骹有迄个咱特别教会姊妹教会美村教会吼，来因为因的滞销吼，迄个一寡蔬菜伫遐咧预备，请咱来捧场吼，以上。